观众朋友，早早欢迎收看12月初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苏眉。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重要消息。疫情指挥中心昨暝开临时记者会，公布进前检疫期满回去宿舍所确诊的印尼移工，甲伊接触过的人当中，原本有一个人失去联络，但是今仔日早起的上新消息，这个移工已经早起伫台北去互找到啊。 指挥中心初5暗9点外临时开记者会，公布确诊的1年级女性移工按688出关了，家己开钱采检是阳性。伊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，别甲47名移工共宿舍，即马已经找倒来46个人，爱带入去集中检疫所。初5采检发现一位阳性个案按695，另外一位疑似个案也过确认，也有一位移工伫12月初2失联。 同一个空间，那只有一个厕所，卫浴设备也只有一个，那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，等于是一个密切接触者，他们就是朝夕相处，那在一个比较相对密闭，而且卫浴的条件也不充分的情况下。 这位失联的移工捌伫咧台北甲桃园，因为宿舍隔伫条行摆是密切接触者。 但是中讲，厝内或者是工厂的移工，捌点过桃园市大园区3民路的一间医院中心，雇主甲头家就要赶紧汇报，或者是卡1955甲1922咨询，因为若引起宿舍群组感染，新个案入去社区可能引起进一步的疫情。他说这里面还有新的个案，那如果进到相关的家庭里面去，那引发的感染，所以我们才会很急，因为这。 差一天就差很多了。按688加695点伫咧宿舍时间无同，指挥中心扩大电会11月30到12月初4，大港宿舍的所有移工，住伫咧宿舍内面的移工，爱全部拢搬出来，彻底消毒。警政署甲移民署做专案小组，比较重大刑案办理，希望伫上短时间内找到这位失联的30几岁女性越南籍移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咱国内昨下晡公布3例境外移入的病例，分别是对爱尔兰、德国甲印尼入境。加上昨暝疫情临时记者会，加公布一个印尼的移工确诊，拢总是增加4例。另外，进前有一个28岁有新的负责人，自流感有风险所出现真不良的反应。疫情指挥中心证实，伊已经过身啊，会收集相关资料做鉴定。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伫全球一直传，国内境外移入确诊也一直上升。最近一礼拜总计超过40例，初5下晡搁再新增加3例。案例692在11月登来台湾，25知影讲爱尔兰朋友确诊，发现家己鼻无味，通报采检是阴性，结果症状无改善，搁再采检才确诊。不过因为检疫期满，才得到阳性通知，已经列出10位接触者。 而相关是检疫期满，才知影确诊的也有案例694，在月入境检疫期间无爽快症状，因为初2要登去印尼工作，自费采检才确诊。而案例693是德国籍男性入境了后无爽快症状，也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不过伫检疫期间出现头壳痛、胃寒这症状，采检了确诊。 居家检疫出来之后，就是自主健康管理啊。那大部分都有做到了。那另外694的部分，它其实也是大部分都有带，所以这个被居家隔离的，也大多数是属于他的家人。 而进前，一个28岁女性伫生产完1个月了后，注射流感疫苗了后，明目性心肌炎发作，引发多层器官严重衰退。外传这个女性已经过身，指挥中心也证实这项消息。 非常遗憾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啊。那目前我们已经协助家属进行预防接种受害救济的申请，在这个医院的时候也有做一套这个病毒的培养，不过结果也还没出来哦。那这边也还在等它的结果。 而这女性死亡原因是毋是甲流感疫苗有关系？曾连祥指出，会收集相关病例资料，交由审查委员会进行鉴定。即阵公费流感疫苗的注射到测试为止有578万2000剂，恢复50到64岁应注射了后，平均每天有9000外人去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同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雨。咱来看上新的分图。 今仔日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大台北山区落雨情形会真明显，可能会有局部大雨，也是大水雨。
气象局早起针对双北、嘉南甲宜兰县发大雨特报，不过今仔日冷空气减弱，温度会略略回升。北台湾透早低温是16度到18度，东南部是20到21度。气象局嘛提醒，东北风也是真强，桃园到台南、东南部甲外岛地区可能会有10级到8级的强阵风，沿海地区会有长影的几率，若是去海边啊活动，都要注意安全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雨已经落几礼拜。台东外海因为海象无好，往回绿岛甲南势的船班已经停超过1礼拜，岛上的民生物资已经用到要见底。绿岛的海面风大影也大，东北季风也真强。台东往返离岛的客货轮已经停驶9天，因为海象无好，风影伤过大。船公司因为安全考虑，宣布车辆船班全部取消。那安尼绿岛甲南西物资补给就真欠缺，不止超商物件出无偌济，杂货店也陷入无菜通买的困境。台东县府初时向军方寻求援助，暗时也得到正面的答复。他们有调到一艘100吨的海巡署的船可以来协助。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礼拜一还是出不去的话，可以会把比较紧急的民生物资，像一些比如说我们像瓦斯啊，或者是油料啊，或者是一些食材部分，可以先帮我们运这样子。王志辉指出，因为离岛客轮甲货轮经营已经超过20年，往往受限7级风影、3公尺影悬，标准无法度出船。县府后续会配合航港局鼓励境外业者护船换新。受东北季风影响，中央气象局指出，各地气温普遍落伫15到19度，是适冷的天气形态。气象局下晡3点55分，针对北北基宜士管区发布大水雨特报。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，整个降雨都是比较持续的。那我们也刚刚针对宜兰地区是发布豪雨特报的一个情形，那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则是发布大雨特报的一个情况。那已经是连日降雨的一个情形了，所以在山区的一个土石的一个饱和度算是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。那如果说要前往山区的朋友，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坍方以及落石的一个现象。气象局提醒，这个区域也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，安尼天气会继续到初八下礼拜2。下礼拜3雨势才会转好，所以也予代替伫随风交通之间拖招放弃抢修的困难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？咱做伙来看。头先是自由时报。美国国务院宣布停止用假文化交流的名义做政治宣传的5项美中交流计划，也针对大压甲家己意见无同、有恶意影响力的中国官员，甲有参与统战活动的人士实施签证的限制。所以来看《苹果日报》，代替交通站发生山壁崩塌的意外，造成台北往回东部的交通断去。花莲旅宿业出现济旅客退房，学者就估算，代替的交通断4天，花东可能会有超过1亿的经济损失，预计要到12月初8后礼拜2才会恢复通车。本来台卡土机透早伫清理放弃土石，即阵因为连日大雨，造成台铁交通甲随风车站中间边坡一直骨裂。初时竟然发生大规模土石崩落，造成高压电缆线断去，卡到周围的树木引发大火。初5早起进行抢修时，土石佫一直骨震动。事实上，现场的部分还是大雨不断。那目前的话，如果天候允许，还包含那个崩塌的状况没有持续在加大的话，那这个部分我们预估最快是在12月8日能够来抢通单线通车。看到空隙画面，因看到放弃范围差不多有3800立方公尺，又继续大雨，无排除灾情继续扩大。而作业人员因为现场出现涂抹的现象，已经暂停土石清污。东部干线未通，拄到周末假日，打乱真侪旅客计划。飞机取消了，然后才去买普悠玛。普悠玛没想到呢，它断掉了，所以我现在不能回去了，只能坐公路。公路这个也买不到。昨天中午就决定换客运了，所以就对蛮顺利的。东部干线无到正常运作，交通部赶紧指示公路总局协调客运业者加开班次，协助疏运旅客，同时动用国土航空这系统进行疏运。对初4到初5下晡2点开了2819班，疏运45600多人。台北往返罗东，还有台北往返宜兰，都是5分钟就有一个班次。今天看起来是非常的顺畅。
客运公司讲，基本上5分到10分钟就有一班会使互民众坐，旅客所运状况也真顺，袂塞车。另外，有航空公司决定在初6加开班机，协助来回北部甲东部旅客。不过礼拜初6休假日爱严防国都5号甲松花街大塞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还咧滚加，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6600万例，死亡人数152万人。来看上新的统计。咱台湾总增加死的病例目前是694例，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，香港6800多例，日本超过16万例。目前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、印度甲巴西。美国已经超过1400万例，印度超过960万例，巴西超过653万例。欧洲的方面，西班牙超过169万例，法国超过233万例，英国也超过151万例。国际消息：英国对初7，也就是明仔就要开始自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 BNT 公司合作的新冠疫苗有风险。英国的公司拢开始咧做相关的准备。俄罗斯嘛开始接受自疫苗的有约。不过，世界卫生组织是强调讲，就算讲已经有风险研发出来，防疫嘛是袂当凊彩，而且世界各国的疫苗一定要公平分配。英国即要在当地时间初7早起7点就正式注射头一剂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 BNT 公司合作的新冠疫苗。英国也正做头一个注射新冠疫苗的西方国家。英国国民医已经接到当局通知，展开注射疫苗的人员一份工作。My name is May Parsons, and I'm going to be giving you the vaccination today. I just wanted you to confirm that you have consented to this vaccine. Yes, I have. 英国已经订买4000万剂辉瑞疫苗，应提供2000万人注射。即阵已经有80万剂对比利时运往英国。离辉瑞疫苗合作伙伴德国 BNT 公司初时也公开德国境内疫苗冷冻储存设施，不过地点列做高度机密。美国传染病学的权威福奇进前认为，英国监管机构对疫苗审核批准伤过凊彩伤赶。不过，福奇初时受访时下失礼，也强调，就算有新冠疫苗，无代表疫情就会消失。防疫工作永远不用放松。We're in a very precarious situation right now. There certainly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with a vaccine, but we're not there yet. 美国 FDA 表示，年底进前大约有2000万人会注射到疫苗。对比到即阵疫苗的注射进度，世卫组织初时也强调，有疫苗无等于疫情就会归零，同时也搁再强调，疫苗必须公平来分配。This is a global crisis, and the solutions must be shared equitably as global public goods, not as private commodities that widen inequalities and become yet another reason.Some people are left behind. 另外一方面，俄国首都莫斯科大约有1300万的人口，初时开始疫苗预约注射的计划，允准18到60岁民众免费预约注射该国自行研发的史普尼克疫苗，希望12月会使予200万人完成注射。尽管官方表示注射疫苗属自愿的性质，不过国务院私底下表示，有来自政府强迫注射压力，而一般民众对俄国疫苗的安全性也存在不同的看法。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。转来关心国内消息，新北金山北岸野溪温泉，昨下晡传出有一个50多岁查某人去互溪水冲走意外。昨下晡有3个中年的男女去北岸野溪温泉温泉禁区浸温泉，不过因为落大雨，因赶紧想要离开。其中一个负责人准备要撩水过溪的时阵，煞互水流冲去。新北消防局封锁规条洪溪到出海口找人，而且伫下游安烂早锁啊。不过因为天气歹，早暗时暂停搜索，今日早起8点半会继续找。高雄美岛一间公庙早暗进香花灯的时阵，车队当中载跑仔的发财车煞着火烧，火拍花了后，不幸伫车道发现一个查某囡仔遗体，为怎样会着火烧，警方也等咧调查。这台小火车规拢烧开，烧到真严重，消防队赶到现场，真紧就将火拍熄。不过，却是伫后车道发现一个8岁4天的查某囡仔遗体。有看到民众讲，火烧起时阵，包有大人想要去救伊，不过却是无成功。大人跳下来要去掀，因为里面好像是有小孩子的，他们好像是要去救里面的人，他们是在那边掀那个布。可是他旁边的鞭炮已经开始在
就是已经早了，然后就开始发射。火烧车意外发生在初5早起将近12点。警方调查，这台小火车是雇用一间宫庙进香团的炮车，到台南白河梅州宫进香了后，准备要转去。车顶是载着烟火甲环保炮瓦的加速机，经过白河区中正路时导火烧起来。不过现场另外表示，火烧车发生的时阵并无放烟火，环保炮瓦甲司机也无拍开。对火车走出来6个大人，也已经互警方带转去调查询问。货车因为不明的原因起火燃烧，经消防局立即派员到场扑灭后，在货车的后方发现有一名疑因不及逃生的女童大体。那同车的6名民众现已由本分局带回调查中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这查某囡仔当时甲老爸斗阵坐伫小火车的后车道，这老爸跳车逃生了后，有想要转去救查某囝，不过火愈烧愈大，救援失败，手也火烧着。看到查某囝要互火烧死，真伤心艰苦。而小火车为安怎导火烧起来，也需要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世界人权日的活动，邀请政治受难者甲因的亲人来参加。今年已经91岁政治受难者张泽洲是感叹讲，伫迄个威权时代想要活落来是真无简单。理想的国家爱有自由、民主、甲公义，一项就袂用力减。91岁台大退休教授张泽洲70年前伫台大读册时阵，因为报名心理学补习班，却因为老师是共产党，可以被无限参加图书会为理由判刑10年，佮送去小琉球改造，总共71年4个月牢牢。勇于说真话、勇于改革的前辈，都是应该受到尊敬。在当时那个时代，这些前辈们不是身受苦刑，就是牺牲了宝贵的青春，甚至牺牲了性命。有的出狱后没有家属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工作，最后选择投河自尽。伊感叹，伫威权时代，人能活来真无简单。理想的国家爱建立伫自由、民主甲公义。总统蔡英文甲检察院长陈菊参加典礼，甲现场的政治受难者甲家属握手致意。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前身是警总军法处，陈菊42年前因为美丽岛事件被关，直接接受审判。伊表示，身兼人权委员甲政治受难者2种的身份，等于遮心情真复杂。无人有法度做到100分，不过我觉得我愿意，我也是一个政治犯。我在坐牢坐了6年又2个月，很多大家的痛苦我感同身受，所以我愿意跟我们很多的代表，大家一起来沟通。当我们能够面对历史的伤痛，不再重蹈覆辙，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走向共同的未来。蔡文指出，促转会积极平反政治受难者清查公布威权时期的级别档案，甲8月成立的检察院之下国家人权委员会，所以行政区有明确的进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台湾的山林资源实在有影水，有一阵孙山员咧为咱拍拼保护这寡山林资源，这寡第一线的孙山员爱有真好的体力，所以林务局举办考试，来参加的人除了爱享骑爬速车，搁爱派20公斤的物件，9分半内行完1000公尺，才算过关，实在真无简单。身躯顶派20公斤的牌仔，一贯伫咧9分钟半以内行1000公尺，才算是通过第一阶段的考验。大家考试拢乒乓喘。是很累，会，就是对女生来说是一直跑，然后她的重力会一直往下压，所以就会比较累，而且背包比较大，比较没有办法符合我的身形。是一个挑战自己的机会，这样。这边考试是要找顺山员，所以体力真重要。也怪骑拍东海奥多拜，袂输敢若伫咧考驾照，像这款就是直线加速。路尾也佫有比试甲考试，有兴趣开心，又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山上不管是林地的管理，我们树木的维护、林木的维护，还有甚至森林火灾，还有甚至在山难救助的部分，也都会涉猎到。今年有49位报名来考试，要出7个，薪水自3万块起跳，上最当到4万5。以后的工课包括森林巡逻加生态调查。
记者综合报道。伫过去的农业时代，对社会真重要的赤牛仔，即摆已经真侪囡仔拢无看过啊。云林雕厝华德福实验教育小学开始伫学校内底饲赤牛仔，希望讲会当甲学生了解过去，嘛互因学会晓爱惜动物。真侪学校饲狗仔过门，但是你敢有看过学校内底饲牛的？原来这是云林的雕厝华德福教育实验小学。为着让现代囡仔亲身去接触过去农业社会重要的角色黄牛，专工甲农民佮中华丰原海牛学校合作规划课程，佮甲牛带入来学校饲，互囡仔对牛有更较深的认捌。我学到牛的习性，还有呢？让我跟平常的感觉不一样了。怎么说？就是平常就觉得牛好可怕。那现在今天学的呢？就觉得牛还好啊。一开始我觉得牛好像只是一种平常给我们喝牛奶之类的东西的动物，但是现在我上这首课之后呢，我对牛的印象更加深刻了。现代囡仔对牛的印象，可能敢若像牛奶、牛奶糖、牛肉面这寡食食，所以毋知影牛伫过去的时代对种植来讲有偌尔重要。这边的课程包含牛的身体结构、照顾牛的方式等等的知识，让学生更加了解牛的文化。小朋友基本上他们不是承载在那个年代，是有点陌生的。那他实际接触是牛，他才知道说，牛的胃长得什么样子，牛中暑怎么办？孩子们呢，也可以常常去亲近他们，然后怎么知道去友善的去对待他们。透过这个课程，唔但让囡仔有实际甲动物接触的机会，嘛毋望互因有深深的回忆，学晓安怎友善对待动物、爱惜动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去看世界，欧洲太空总署的高百年计划当中，小兵系列的卫星第6号，进前由美国公司 SpaceX 送去伫地球的轨道。伊的主要工作是让海平面关度的变化，好通随时了解海流的动态。哨兵6号卫星运作原理其实真简单，就甲一般的雷达同款，利用地磁波反射时间来测量物体距离。This thing has a radar that tells us how far the satellite is from the ocean surface. So it bounces a wave off, measures the return time, and then it also has a bunch of positioning systems. 知影海面关度变化甲时间速率，将了解海洋洋流的及时动态。当然，若是要较完整了解海洋变化，敢若是一个6号卫星无法度达成目标。Sentinel-3 is providing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the ocean biology measurements. Sentinel-1 is providing radar imaging measurements of ocean swell waves, of sea ice. Sentinel-2 provides high-resolution measurements in the coastal zone. And when these are used together, a wonderful view of the Earth's ocean can be achieved. 太平洋内底较温暖的海水的位置移动，已经被证实甲造成天气剧烈变化的性影现象有关系。也因此，哨兵6号摕到的资讯，对着有先了解气候变化有真大帮助。在过去28年期间，经由卫星甲各种测量的工具，推估出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0.3公分，也就是28年来上升8.4公分。这数字看来无安怎惊人。不过，科学家指出，这是全球海洋的平均值，有一寡所在海平面上升幅度是平均值的2-3倍以上。亲像南北极附近冰山甲冰河扬起，造成附近海平面上升，这增加的水量会随着洋流流动到特定的海岸地区，而不是平均分配在全球的海洋。这部分若是使有及时的资讯，对着沿海国家甲城市防范海水倒引入来而造成的水灾，将有相当的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今仔日嘉南、北海花基兰、大台北山区落雨情形会较明显。气象局早起针对湘北、嘉南、宜兰关发大幅直报。不过今仔日顶空气减少，气温会略略回升。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。北部地区是17度到25度。中部地区是17度到28度，南部地区是17度到29度，东部地区是18度到26度。来看外岛地区，外岛地区是14度到22度。
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苏眉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